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1月21號星期二，歡迎收睇明報530新聞。卑詩省一間小學嘅校長因為用牛皮膠紙將學生綁喺凳上邊而被罰停職5日。卑詩教師監管專員事務處表示，相關嘅行為發生喺2023至24學年期間。涉事校長 Renee McCormack 當時允許學校一名員工用牛皮膠紙將學生綁喺凳上邊，聲稱幫助呢一名學生專心學習。而校長本人亦都有參與呢個行為。其後 McCormack 再次返嚟檢查呢一名學生係咪完成功課，喺拍照確認課業完成之後就撕開膠紙，並向學生發放完成指定作業嘅獎勵。教師監管專員表示，涉事校長喺 West Kootenay 校區工作，該校區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不過 McCormack 就未有承認參與事件。根據校區調查結果， McCormack 被停職留薪20日，佢舊年6月18號被調去另一間學校任職。至於省教師監管專員收到投訴之後，亦都跟進事件。最終 McCormack 喺今年1月3號簽署和解協議書，其教師資格會被吊銷5日，而且喺3月底之前要完成一科建立正面學習環境嘅培訓課程。專員表示，呢名校長並冇顧及學生嘅最大利益，亦都冇尊重學生。北美自漏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各期肛門直腸疾病，包括痔瘡、外痔、混合痔、肛瘻、肛裂、肛周膿腫等。創始人陳國義院長嘅國義肛腸療法，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治，徹底根除病患，唔會產生任何後遺症。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一名曾經犯謀殺案嘅男子喺得到假釋之後，喺本週末因為涉嫌恐嚇溫哥華一間加油站嘅員工而再次入獄。溫市警方表示，呢名男子喺上個星期六下晝4點左右被捕，當時佢啱啱離開位於 East Broadway 及 Clark Drive 嘅一間商店。警方指出，該名疑犯得知其加油站積分卡冇辦法使用之後，就恐嚇油站員工要返嚟用槍射殺佢。職員見狀之後隨即報警，而男子亦都因此被捕。警方後嚟發現，被捕嘅66歲男子曾經喺1981年因為殺死一名警察而入獄，目前正處於假釋期。警方指出，涉案男子嘅假釋許可已被取消，目前正被拘留。局方亦都會建議卑詩檢控服務處對佢嘅恐嚇行為提出新嘅控罪。農曆新年想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咁就要去港利行啦。佢哋唔只有優惠，花旗參係100%安省種植，有滋補養顏嘅燕窩盞同海參，店內仲設有韓國正官莊高麗人參專櫃及有售香港位元堂養生系列，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坊門店選購㗎。港利行連續13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而家更有網上服務，喺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養生健康首選港利行。加拿大醫學協會一項最新調查指出，37%嘅受訪者表示喺冇其他選擇嘅情況之下，只能夠上網搜尋醫療相關嘅資訊，因為佢哋喺現實入邊冇辦法獲得基本醫療護理。醫學協會主席表示，咁樣反映出2個問題，分別係假資訊同埋醫療系統覆蓋率。協會主席 Josh Reimer 指出，為咗打擊假醫療資訊，該會正製作高質素嘅健康新聞。Reimer 提醒國民喺閱讀資訊嘅時候，應該退一步思考，先了解資訊來源、作者身份同埋資歷、發佈資訊嘅動機同埋係咪存在推銷產品嘅情況。Reimer 指出，如果國民盲目咁跟隨網上嘅資訊，毫無疑問會令到佢哋嘅狀況變差。協會調查亦都發現，有2成3嘅受訪者表示，曾經因為跟隨過網上資訊而導致身體受到損害。Reimer 又補充，本國政府應該投資一個以團隊為基礎嘅護理系統，包括執業護士、藥劑師、社工等參與者，喺缺乏家庭醫生嘅情況之下，可以為有需要嘅人提供基本醫療護理。